小姐，人西，客气，加西。还有呢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好呗。谢谢。我得给公主说谢谢。我一定可以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。谢谢。我得跟公主讲谢谢。乖乖，你较大声的啦！可能是中风的症头啊！中风会吃醋。我无食屎哦！你很贱的你！你叫小明吗？我们没有啊。又会到下。挂。我要个小好生啊，青菜又贵。做人要是没有梦想，个好的当争分别他，心也空的。你学就撒回妈妈。我也怀念每一天的笑场，每一天现场就是笑到不行以后，然后收工。每个人都抛开他们所有的顾忌包袱，我觉得这是我最感恩的地方，因为他们100%的信任我，我非常感激。导演、编剧跟制作人是铁三角一直希望剧本呈现到很到位，有时候写完了觉得不好笑就打掉，又重来。明明是喜剧，但是是哭着写的喜剧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戏我很感谢，所有的工作人员跟所有的演员，幕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伙伴和导演，希望为台湾的喜剧创造一个新的元素跟新的形态，希望观众也可以看到我们的